晏子係春秋時期齊國非常出名嘅謀臣，而當時齊國國君齊景公生性貪玩放縱，特別中意養鳥。佢甚至專門安排一位官員祝州，負責看管林裏所有鳥雀。有一日，齊景公準備去打獵，點知去到林裏，啲鳥竟然全部飛走晒。齊景公當場大怒，認為祝州失職，立即下令拖出去斬首。朝中好多大臣即刻跪低求情，但齊景公正在氣頭上，根本冇人勸得住。呢個時候，晏子趕到，但佢非常清楚，如果而家直接同齊景公講，你錯啦，唔應該殺人，結果只會更加刺激對方。因為當一個人情緒上頭時，你越直接反駁，佢越唔會接受。於是晏子換咗另一種方式，佢向齊景公請求，既然祝州犯下死罪，不如先等我當眾掃清楚佢嘅罪狀，等佢死得心服口服。齊景公聽完，覺得有道理，於是答應。之後，晏子當住滿朝文武，大聲斥責祝州：你有三大罪。第一，君王派你看管鳥雀，你竟然全部弄丟，失職至極。第二，君王乃一國之君，如今竟然因為幾隻鳥而要殺大臣，傳出去只會令人覺得君王玩物喪志。第三，如果其他諸侯知道這件事，一定會笑齊國國君重鳥輕人。講到最後，晏子再大聲問祝州：你話你應唔應該死？表面睇，晏子好似喺鬧祝州，但其實每一句都係講俾齊景公聽。齊景公聽完，當場面紅耳赤，終於意識到真正有問題嘅其實係自己。最後，佢唔單止冇殺祝州，仲當住群臣面前承認自己錯咗。晏子真正厲害嘅，從來唔只係口才，而係佢懂得高情商表達。因為有時候你講得啱，唔代表別人願意聽。真正高級嘅說話方式，從來唔係硬碰硬，而係懂得迂回轉角度，以退為進。尤其喺職場人際關係裏，好多問題未必輸喺道理，而係輸喺表達方式。所以真正聰明嘅人，唔一定係最敢講嗰個，而係最懂點樣講先可以令對方願意接受。